呢兩日又凍凍地，有客聯繫需要加大電表，做380伏，咁速度幫佢安排啦。今次全程記錄一下，各位耐心觀看，講多句，要業主先係澳電申請增容電表，批復後先可以做以下動作。首先剪完風，拆開舊有電表板，準備斷電換線。安全第一，用驗電筆試清楚邊條來電，確保工作安全，唔會誤觸。咁樣。跟住更換入戶線，根據現場實際情況，安排要暗喉還是明線。我度較近，駁一駁，變摩托。16×5電纜都幾重，一定需要兩人熟練配合，一送一拉，一邊理順線，俾信號隊友，另一邊聽聲再動作，要識發力，否則揾頭牛來都拉唔喐。有排你玩，當一頭唔得，兩頭換完入戶線，再更換電表至分線箱部分。今次 case 要小心啲，整個身滿同層其他入戶線，要避免中招。唔夠賠錢，先用體探測儀摸清楚線路分情況，再轉孔 set 限流器箱，根據澳電指引安裝限流器，如20安、32安、50安，線徑、限流器、電表板線路接駁都要符合技術要求。末尾我會附技術要求紙，一切按規做嘢。而家做限流器接駁，除雙線外，零線係無需要入限流器嘅，特別係380伏線路中，零線係唔可以入限流器。萬一零線有斷，另一箱電路會串入零線中，對原本220伏用電器送入380伏電壓，最後一步再接駁分線箱至表板段線路，完成送電，冇驚冇險。又到5點，今日工作就今完成。最後提醒各位工友工作中注意安全，特別係帶電工作，我都有炸過幾把 cut 線鉗，大家千萬小心。